若想压制幻肤之毒，则需忍受寒冰之苦。人是这世间最精妙之物，血肉被毁，却有一味药可医，便是心灵。我不会绝望，越是冰冷，越是清醒。切肤之毒，永不忘记。父亲，这是沉香粉。你怎么来了？嘘，姐姐，我偏守为说将军找他，暂时把他支开了。这里是我备好的下人衣服，你快换上去叫门。那里有我准备好的马车等你。我受了冤枉，父亲的死又疑点重重，不查明真相，我是不会走的。现在双双和娘都一口咬定是你害了父亲，那白知府手里多的是糊涂账，万一要过堂受刑，你的命怕就……如今我虽逃了，可若洗不清身上的冤屈，逃到哪里都是个弑父的罪人。还有许儿，他把我放走了，许将军定然会问责于他。他能平安过关吗？车夫，快回去！姑娘，我们这都出来了，何苦又要回去？我父亲被人陷害，若不查出真凶，我枉为人女。姑娘，听我一句劝，万般皆是命，都是定数。事在人为，我不会放弃，一定要找出真凶。快停车！咦，干什么？真以为你们姐妹俩的小动作没人发现吗？关在柴房不是府衙地牢，不过就是想将计就计，是你一试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方才你口口声声说要回去调查，为何见了能帮你发案的本将军，却转身要逃呢？若你所言有理，我可以赦免你妹妹私放嫌犯的罪过。当时在现场，我也是在慌乱中被吓住了。事后在柴房才发现，我手上沾了些许沉香粉。仔细回忆，是抱着父亲尸首时沾上的。凶手定是知道父亲有哮喘病，才会用沉香粉诱父亲发病。只有熟悉父亲的人，才会用这种方法杀人。那你可以怀疑的对象？这种沉香粉香味中性，男女皆可食用。我一定在家中闻到过，只是现在一时想不起来。方才你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却还想着要回去调查真相。我暂且相信你所言，就是你心中所想。恳请将军给我一个机会，为自己和父亲沉冤昭雪。
这是我娘留给我的，我是我生母，我愿将玉佩作为信物交给将军。若我查明真相，再向将军要回信物。若我无法自证清白，我愿如玉髓，以此明志。姑娘，快起来。那我就等着你来找我，拿回这块玉佩。将军，信使来报，说有重要线索，将军带他跑回去才行。我军中还有药物，这是一个烟花信号弹，若是遇到任何紧急情况，立即释放，我会派人来接应。送罗小姐回去。是。爱莲，深谢将军。你到底为何如此狠心，竟对父亲下杀手？双，双双，双双，双双，这孩子又偷跑回来歇着，真是叫人不生气。双双啊，娘，你找我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还不赶紧去灵堂守着？灵堂前面那么多人，又不缺我一个，干嘛非要把我折腾过去装样？快去！这衣服针脚粗的漏风，这么粗制滥造的衣服你也敢拿给我？回仙相信，衣服是刚刚赶制的，时间实在仓促。你还敢顶嘴？你是不是想挨打？滚！徐晨风，那个俊朗又威风的大将军。徐将军，将军。徐将军，你在哪儿呢？哎，将军，你快出来！徐将军，你别抢了！将军，徐将军，徐将军，怎么是你？祖宗家祠而已，妹妹何至于怕成这样？莫不是心中有鬼？罗爱莲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我在哪？在牢房里。监牢是留给杀害父亲的人做的，可不是我。来人啊！杀人犯逃出来了，快来抓！你要干什么？你敢动我试试？是你以我的名义
写纸条，约杜若山出来，试图勾引。是你引发了杜家与罗家的灾难。没有，不是我，就是你。是你被父亲发现后，恼羞成怒，用沉香粉引父亲发病，害死了父亲。你胡说！罗爱莲，你疯了！为了给自己脱罪，嫁祸给我。我嫁祸？你敢对着列宗发誓，说你没撒谎吗？我凭什么要对着祖宗发誓？丢了罗家脸面的是你，不是我。这是徐将军留给我的信号弹，只要找到杀害父亲的凶手，就以此为信号通知你。你是现在承认，还是到将军面前再承认？我听闻将军之下有妨，军纪最是严明，撒谎欺骗将军者，要受拔舌之刑。这过程痛不欲生，面容尽毁，让你生不如死。说不说？我说，我说。不能让他再有开口的机会。娘的意思是，他知道的太多了，由不得。况且，他只要活着，对我们始终是个阻碍。留着他，难免夜长梦多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。娘，他醒了。你个小蹄子，你敢在老娘眼皮底下耍把戏？是你们杀了父亲！胡说什么？明明是你杀的。你杀了你父亲之后，牺牲懊悔，便畏罪自杀。说说，按住！放开我！你们怎么那么恶毒？杀了父亲，又想杀我！说的跟你多干净似的。杜公子明明就是你害死的，死到临头还嘴硬这么善良，一只白莲花似的嘴脸，真令人作呕。放开我！柳爱莲，你不是最孝顺的，那就跑去路上跟你父亲作伴去吧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二叔，你疯了吗？娘，爱莲是哥哥的遗孤，你何至于如此狠毒？爱莲，说小的徐将军不能救，记住，你要救他，你自己的女儿就得去死。什么？我的女儿？这些年你我叔老相称，但18年前那个雨夜，你喝醉了酒，那一晚的事你没忘吧？你自己扫扫双双的生日，你一直说你自己是顾家好人，可你的女儿一直都在你的眼前。双双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我是你和二叔的？记住，罗继达已经死了，你是罗家唯一的男人，今后我们母女还都要仰仗着你呀。
阿叔，过去的事是你醉酒之时，父亲不会怪你的，你不要一错再错，阿叔。罗继忠，今日咱们所有的事情都让他知道了，如果他说了出去，你、我、双双，日后该如何对处？我们还有活路吗？不行，杀人是死罪啊！何况爱玲是我的亲侄女，无论如何也不能杀她呀！阿叔，我现在父母双亡，我就只有你一个亲人长辈，我发誓，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罗继忠，你给我想清楚！你今天是帮他，还是帮你亲生女儿？阿叔，爹在天上看着呢，他也在求你救我。阿叔，贱人闭嘴！你若是想扔下我这个女儿，你若是想跟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就不要信他的鬼话。不要。继忠，不能吧？阿叔，救我！阿叔。二叔对不住你，二叔也是没有办法。我自然是要帮双双的，人都是自私的，你别怪二叔啊。将军，请留步。还望信使转告阁老，陈峰定会找到藏宝图，不辱使命。是。这8年前，沈氏镖局押送的黄标藏宝图被一群山匪所劫。除了知道山匪头目是个女的，其他再无线索。可这女山匪来无影去无踪，毫无其他线索。会不会是沈家监守自盗，沈自山放的假消息？不同沈家镖局的少主结识多年，他为人正直，绝对不会自辱门楣。
况且这藏宝图是暗表，沈家根本不知道。不知何处起火了？这么大的烟，怕是火势不小啊！这龙门镖局的镖，大哥说劫就给劫了。那不还多亏了罗家昨天晚上的大火，把周围的百姓和官兵都吸引过去了，要不然没那么容易。哟，沈少主，这咱们沈氏的皇家镖局的牌子被收了之后，怎么不保镖了？这飞下来，大劫呀！把龙门镖局的镖物留下。哼，你今天是真不给我老鬼面子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你给我等着！去，校长，宗主，这是我从山匪那儿劫回来的龙门镖局的镖物。他们走镖头用珍稀种子培养出一种世间罕见的神龙草。妙神医说过，那神龙草或许能救妹妹的命。骆表示，你用这镖物给我把神龙草换回来。少主放心，我一定为大小姐求来神龙草。撤！撤！撤！少主，那儿好像是个河镖。拉上来看看。应该是我收的。还有回信，带回我们的一路吧。这位女子还能救活？伤成这样还能活着，难得呀！少主，神龙草拿到了，辛苦了，退下吧。是。妙神医，有了神龙草，妹妹就能醒过来了吧？晚了，丹青昏迷太久，心力衰竭，如今已是油尽灯枯。神龙草没用了。那妹妹真的要世无益了吗？在今天之前是这样。那就是还有方法，你告诉我，只要是为了妹妹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如果将一颗鲜活的少女心脏换给丹青，她就能醒过来；否则，至多2日，必定魂归九霄。鲜活的少女心脏。这女人与你非亲非故，身为女子，有容貌尽毁，即便是救了，也未必能活。倒不如救你妹妹一命。你之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将妹妹治好，让老爷安心。如今你的愿望或许都可实现了。你让我杀一个陌生的女子，来救丹青。
下去吧。是。姐姐。丹青，丹青，你妹妹生性善良，定是不愿见你双手沾血，也不愿他人因她而死，才替你做了决定。节哀吧。子珊，你还愿意救外面这个女人吗？我有套秘籍，叫妙手回春，可将丹青的脸换到那女子脸上。如此一来，沈老爷不会因为你妹妹去世而病情加重，而那女子也不会因为毁容而痛不欲生。你的意思是，要让她来成为丹青的替身吗？影子也罢，替身也好，丹青的生命或许可以用这种方法延续下去。如果不换脸的话，她会死吗？她的皮肤溃烂严重，一直无法愈合，换脸换肤是唯一的方法。只是换脸换肤的过程痛苦至极，不知她能否忍得了？我愿意。多谢公子救命之恩。这段时间以来，你终于可以开口说话了。现在能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了吗？甘露堂罗家大小姐罗爱莲。甘露堂的罗家大小姐。我父亲被人谋杀，我被冤枉成弑父凶手。在我查得真相之后，却身陷囹圄。他们为掩盖自己所做的事情，居然对我痛下杀手。
是说，在你逃跑的时候，还有人想要杀你？那种情况下，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是我的跟仆，冰儿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我拉你上来，小姐，小姐。冰儿。小姐，快，我拉你上来。冰儿。小姐，快抓住绳子。天爷，如果你一定要收走一个人，就把冰儿带走吧，让小姐好好活下去。你才刚恢复，情绪不可太激动，要好好休养。我再来看你。罗夫人，请节哀。父亲，姐姐为什么要抛下我？要哭给我出去哭，在这装样子给谁看啊？他们是我们的亲人，你怎能如此冷血？你竟然敢教训我！休在这里吵闹！夫人，杜老爷派杜宾送了些病仪来，让你劝您和二老爷节哀。杜公子的事他没有再提。猫哭耗子假慈悲，不过是看我们罗家一下子死了2个人，他怕怀疑到他头上罢了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大小姐她，罗爱莲的尸体已经送去乱葬岗了。啊？怎么送去乱葬岗啊？弑父之人，不配葬在罗家祖坟。可是，二老爷，我有事情要跟您商量，请您随我来。水仙，过来扶我出去。哦，疼死了！娘的烙子，双双给娘打的烙子，怎么会在祠堂？上面还有血渍。我知你人善，可现在不是时候，不能妇人之仁。
一旦走漏了风声，我们都得死。只要我们团结一心，谁都没有办法把我们的秘密发走。让官府赶快结案才是。虽说现在是查无可查，但官府会不会轻信咱们的说辞啊？众口铄金，你当这些话是怎么传出去的？是你。罗家嫡女被配冥婚，杀害父亲，又放火畏罪自焚，消息传得越真，越能掩人耳目。事已至此，就按你说的做吧。这段时间以来，你一直都在休养，丹青的一切你也只知道皮毛。若真的想成为丹青，容貌的认可也只是第一步，未来的路还很长。丹青自幼性格开朗，飒爽可爱。他喜好玩水，偏不会游水。善笔墨丹青，无论花鸟鱼虫、飞禽走兽，寥寥数笔便可传神。妹妹巾帼不让须眉，身手不凡，尤其擅长飞镖暗器。如今外面都在传罗爱莲是弑父的罪人，你既然无法回去，又换上我妹妹的脸，从此以后，你就是沈家人，你的一言一行都必须要谨慎，绝不能牵连到沈家。我会尽到沈丹青的本分，谨言慎行。但是我既活着，就一定会为他们报仇，怎能放弃？既然已经死里逃生，就不要自讨苦吃。如今已经感头换面，前尘往事就尽数忘了，余生做好沈丹青吧。我一定会做好沈丹青，但面对我